保羅好緊張、好重視嘅真正嘅能力，神嘅能力係喺溫柔裏邊、謙卑嘅裏邊，好似耶穌咁紆尊降貴。喺腓立比書第2章嘅裏邊，耶穌基督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嘅，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自己卑微啊，甚至乎死在十字架上。嗱，呢個就係耶穌紆尊降貴嘅嗰一個謙卑嘅榜樣。嗱，呢個先至係屬靈嗰個真正嘅表現。真正嘅屬靈係俾一杯涼水，一個嘅小指引。另外一方面，保羅好緊張嘅就係話，原來神嘅奧秘係需要我哋常常去禱告，靠住聖靈，求聖靈嚟到去開人嘅心眼，係叫人見到呢一個福音嘅奧秘。哥林多前書第2章第10節話：但上帝卻藉住聖靈把這些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係參透萬事，連上帝奧秘嘅智慧咧都測透咗。即係話，原來聖靈嘅角色係要幫助人咧去明白咧福音，明白神嘅愛，令到人願意嚟到去擁抱我哋嘅上帝。因為上帝時常具一對好溫柔、好有能力嘅一對嘅臂彎，常常都願意嚟到擁抱世上每一個嘅人，無論你幾咁脆弱、幾咁嘅卑微，上帝都好想嚟到擁抱你。但你願唔願意俾神嚟到擁抱咧？保羅話聖靈係探索透萬事啊，連上帝嘅奧秘都探索透了啦。呢個就係呂振中嘅譯本咧，嗰種嘅譯法，即係話聖靈係能夠幫到人咧，係能夠透徹去明白咧，係福音嘅奧秘。換句話講，聖靈係明白神嘅心意啊，聖靈會咧嚟到去幫助人明白咧神嘅救恩。所以今日我哋傳福音嘅時候，我哋唔可以單靠自己嘅聰明啊！冇錯，好多時候我哋用三福嚟去報導傳福音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背大綱，但係我哋唔好淨係將我哋嘅注意力放喺大綱嘅上高，而係我哋要祈禱啊！我哋要禱告一個愛靈魂嘅心啊，一個溫柔嘅態度，一個真誠嘅心，一個好好嘅誠實嘅態度咧，嚟到係去愛人，以至人睇到原來係神嘅愛嚟到透過我哋咧嚟到延伸。而我哋就係神所差派嘅福音嘅使者啊！第16章就13節約翰福音裏面講到嘅，只等真理嘅聖靈來啊，佢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講係進入一切嘅真理，因為佢唔係憑自己講，而係佢聽到喺神嗰度講啲咩嘢，佢係講俾我哋聽。即係話聖靈係扮演住一個咧，叫我哋成長、成聖、成熟嘅角色。另外一方面，幫助我哋能夠咧有力量咧，係活到神嘅生命出嚟嘅。願神去祝福大家。咁我哋下一節咧，再翻嚟嘅時候咧，再探討我哋剛才提到嘅主題。願神祝福大家。各位親愛嘅觀眾，好歡迎大家再一次翻到嚟我哋呢個21世紀屬靈人嘅第3講屬靈人嘅第2部分。咁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話保羅好關注咧，就係弟兄姊妹佢屬靈生命嘅成長。冇錯，我哋信咗主，我哋地位上高咧係屬靈嘅，我哋係屬靈人，地位上高成聖。但係神嘅心意唔希望我哋嚟到停喺呢一度，神希望我哋能夠咧喺生活之中咧都能夠活到一個屬靈人應有嘅嗰種嘅表現，就係結到累累嘅果子，係聖靈嘅果子。保羅話咧，就係屬血氣嘅人咧，係唔會明白咧呢個嘅神奧秘嘅事嘅，而屬血氣嘅人咧，亦都唔明白有聖靈嘅人。意思即係話咧，原來咧，若果冇咗聖靈嘅工作，約翰福音16章裏邊提到聖靈啊，係引導人咧明白真理，能夠咧係進入真理嘅裏邊嘅時候咧，人仍然都唔能夠好充分去理解神嗰個嘅智慧。原來係透過人看為愚拙嘅十字架嚟到彰顯出嚟啊！呢個就係神嘅智慧。原來我好需要喺呢個嘅末世時代嘅裏邊去禱告，去依靠聖靈嘅工作，係幫助人咧嘅心咧回轉咧嚟到歸向神。我哋唔好單靠人嘅智慧，我哋靠住神嘅能力啊！
點樣先能夠做到一個嘅屬靈人呢？保羅話：我哋需要嚟到離開呢個世俗主義咧嗰種嘅洪流，唔好受到好似當時林前嘅弟兄姊妹所受到嘅希臘嘅嗰啲世俗思想咧嚟到影響，唔好去學佢哋嚟到係有嗰個二元嘅分割嘅屬靈觀，睇物質咧係邪惡嘅，屬靈先至好。於是乎，一係就禁欲，一係咧就係縱欲。嗱，呢一個咧係神所唔喜悅嘅，但係好可惜嘅。就係保羅見到在教會之中有弟兄姊妹竟然娶咗自己真係嗰個嘅繼母。嗱，呢啲嘅淫風咧，唔係神嗰個嘅心意嚟嘅，神會好痛心嘅。所以保羅好希望就係話真正嘅屬靈咧係要脫離呢啲嘅敗壞。冇錯，保羅都明白在哥林多呢個城市嘅裏邊咧，其實係充斥住咧好多嘅淫美之風，係好難話完全唔受佢影響。不過保羅好希望弟兄姊妹能夠互相嘅團結起上嚟，回到神嘅真理嘅裏邊，靠住聖靈嘅能力咧，係活到咧神嗰種嘅道德嘅本性。喺呢個嘅偶像林立嘅城市嘅裏邊咧，係高舉獨一嘅真神，靠住神嘅能力嚟到去表彰神嘅榮美。喺林前5章第1節，保羅話：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嘅事啊！呢啲嘅事情連外邦人之中啊都冇嘅，就係有人收咗佢嘅繼母。因為保羅幾咁傷心，所以保羅形容當時嘅弟兄姊妹係啲屬靈嘅嬰孩啊！佢哋唔係話未得救，冇錯，佢哋得救咗啊，重生咗，佢地位上係聖徒啊，但係佢生活嘅表現上高咧，係唔能夠反映到咧佢係一個重生嘅人。所以保羅好緊張就係話咧，原來我哋應該要離開一個基督道理嘅開端啊！我哋需要嚟離開一個嘅信仰嘅淺灘。我哋信主之後，馬上就應該係接受栽培。我應該嚟到喺神嘅真理裏邊咧，嚟到去自建啊，嚟到去成長啊。神好關注嘅。原來教會係一個有機體，基督嘅身體嘅有機體，一個有機體啊，就即係話好似一個 BB 咁樣樣，一個有生命健康嘅 BB 咧，其實佢係好應該咧，係好自然咁樣樣咧，係成長。只要佢有足夠嘅營養，只要佢有足夠咧嗰種嘅養分，有愛護嘅時候咧，好自然佢就好健康嘅嚟到成長啊！但係好可惜，哥林多嘅信徒咧，佢係放縱自己肉體嘅情慾。保羅喺3章第2節臨前話：我是用奶餵你們啊，沒有用飯餵你們啊。那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啊，還是不能。初信主嘅時候唔能夠吃乾糧，可以理解。但係當佢已經10幾20歲嘅時候，如果連乾糧都食唔到嘅時候咧，父母就焦急啦。所以保羅係一個屬靈嘅父母啊，師傅雖有1萬，為父嘅卻是不多。所以保羅好緊張弟兄姊妹嘅屬靈嘅生命，點解仍然喺信仰嘅淺灘上高？保羅所講十字架嘅道理係唔單單關乎到咧因信稱義就算數，而係因信稱義之後咧，究竟我哋點樣去成長咧？我哋有冇好好地去成長咧？我哋有冇嚟到結出聖靈嘅果子咧？我哋有冇一個行事為人與所蒙召嘅恩嚟到相稱？嗱，呢個係保羅好關注嘅，所以保羅好希望嘅就係話。你哋唔好再係喺度屬肉體啦，你嘅行為唔好再屬肉體啦。佢話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這豈不是一啲屬肉體嘅人嘅表現麼？嗱，保羅好緊張嘅就係話，我哋唔應該再照世人嘅樣子嚟到行啦，我哋唔好再停留咗喺屬靈嘅淺灘上高啦。我哋需要喺品格同埋生命上高咧，係經歷一個咧係價值觀重整。親愛的姊妹，今日好多無數破碎嘅婚姻家庭。其實都係嚟自一個嘅原因，就係佢哋冇好好嘅去處理自己生命嘅問題。第一，自己嘅生命可能就好似一個爛水桶一樣，係裝唔到水。於是乎喺佢哋嘅期望裏邊，希望婚姻裏邊有一個對象，佢係唔爛嘅，係裝到水嘅。好可惜，好多時候咧，有啲嘅夫婦咧，當佢結婚之後先知道，原來對方都係爛水桶，大家裝唔到水。2個爛水桶結咗婚之後咧，就生咗2個或者3個嘅爛嘅水桶仔，所以屋企裏邊有唔同 size 嘅爛水桶，都係裝唔到水。咁啊，好多嘅人好渴望去拍拖戀愛，